123，123，123，麦克风测试123。咱真欢喜吼，咱得爱真正爱快乐得意向前吼，来到得意向来定进去，欢喜救主的降生，再来92首。便来，请来同心行动，快乐的意向前，请来，请人来
用较欢喜的心，咱要来调敬主，来还原伊的降生。好，那咱搁唱，直接唱第4节好了。救主，好，本来救主万恶的你，你真的耶稣的名受千万天公义，你被神叫，我家就得出息。好，咱搁来串练另外一首83首。83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请听天使欢喜的声，有主出世代表的声，这样的声是最好听，咱就有主宗名。节，听听天使欢喜的声，有主出世代表的声，这是上帝呼吸的声，咱不给伊就做尊名。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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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因你出世。好，第7节，大难大吉，有天上不有不因错落见拜，上上报人听主的声，伊梦到人与主来行，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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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因你出世。真欢喜，咱做伙参加来敬拜上帝，总是请恁爱记住，维持整个的安静的虔诚，用心灵，咱参加来敬拜。所以恁若有手机啊，恁就会记住，就紧关机。确定你这礼拜中间，请恁就莫去讲话，好，这礼拜平时会当个愈好势。好，谢谢。请咱安静心，准备来参加敬拜。
各位学者平安。当咱要开始今早起圣诞感恩赞美的礼拜，请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面前，请咱将手机关机，尊主最大，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就俄罗斯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百姓，伊对伊的奴仆大卫的家，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咱来吟圣诗92，圣诗92首，请来忠信圣徒，咱起立吟全首。来回。
请咱有幸听到，咱来恭读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受亏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高等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真侪望的记号。阮是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是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文字，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真侪新创造的人，互世界真侪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免。
请坐。这是咱的启用文31，启用文31，伫圣诗的后壁面，也是以赛亚第9章。现着咱来交托，迄个目受痛苦的地，无搁点伫黑暗。请上帝予沿海的路、约旦的河外邦的家日里得到阳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行去理想的有光照伊，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使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的魔术，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爸，光明的灵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伫大地的恶所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他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咱搁来吟圣诗83首，圣诗83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咱起立来吟全首。
仔坐。咱同心压头来祈祷。遐阮的爸爸，阮感谢你，主耶稣，你赏赐你的圣囝，成就阮人类的救赎。伫圣诞节的这个节期，阮来到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这是你对着阮遮尔一大的恩典，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阿爸爸，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主用你的荣耀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专心虔诚来敬拜。阮的祈祷会得到你的应允，求你赏赐恩典，互建立谦卑、搁心内颂享的人。听阮的爸爸，全能慈悲满满的上帝，阮有犯罪，离开主的道路。阮就亲像迷路的羊，阮常常过头相信家己的计谋，放纵阮家己的情欲，干犯主理性的法度。应该去做的，阮无在条去做；无应该做的，阮反转去做。主啊，阮性情软弱，无力通行好，恳求你怜悯阮可怜的罪人。阮伫你的面前诚心认罪的人，恳求你赦免；阮痛悔的，求你接纳，因为这是你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对世间人所应允的。求慈悲的上帝啊，求你因为伊的缘故，暗路眷顾阮，互阮对担了后有敬虔、公义、善良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全能的上帝，你时常施落你的大恩，赦免一切反悔来归向你的人。恳求主，你伫逐个忧伤痛悔人的心内，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赦免一切的罪，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由你洗清阮良心上的罪恶，保守阮，看顾阮，互阮有圣洁的生活。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喜乐，互阮欢喜时常跟对你，服侍你。主，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每一位兄姐，互阮有对圣神来的光照，互阮会当明白，会当了解，嘛会当受到感动。阮今仔日诗班为着阮来献出的水的歌声，嘛阮牧师会底讲会当成就阮每一个人的帮助，赏赐牧师智慧，嘛阮每一位兄姐拢有圣神的帮助。主，阮感谢你，阮将规个礼拜恭敬交托伫上帝手，求你看顾。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恭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20节。咱的周报头前第一段是华语啦吼，所以我用华语来读。路加福音2章第1节到第20节。在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降旨，叫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这第一次登记户籍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行的。众人各归各城办理登记。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是大卫家族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籍。那时玛利亚已经怀孕，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的野外有牧羊人，夜间值班看守羊群，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人就很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看哪，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找到玛利亚和约瑟，还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他们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的人都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考。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上帝，赞美他。愿上帝祝福听他你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教会诗班来学乐，因要学乐的诗歌是超越的听。
耶稣基督的出世记伫下底，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做约瑟定着，还未娶过门，就对圣神有信任。伊的丈夫约瑟是义的人，毋爱显然办伊，暗算要暗钱费亲。在想的时，有主的天使对伊的面梦中出现，讲：“来必得好的约瑟啊，无得惊，就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伊要生囝，你就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出现互玛利亚看见的天使对伊讲：“
当迄时，该撒阿哥斯多有出诏，命令天的拢做加价，众人去做加价，逐人倒去本城。约瑟也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大，到大别的城，名叫伯利恒的，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相甲做加价。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上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槽里。玛利亚就生头上囝，互伊困伫马槽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容阮因。
当希律王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若个博士对东方到耶路撒冷讲：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影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见迄个星，欢喜到袂哭伫。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拜婴仔，开因的宝盒，献礼物予伊，就是黄金、乳香、没药。迄所在有各样的住伫山里，面是酒间顾因的羊群，主的天使踮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围围照因，各样的大惊。天使甲因讲。
然有济济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地地学了上帝讲。
来为这平安。咱今仔日伫遮同齐伫遮来庆祝主的降生。咱也要伫遮搁一摆来思考，透过头段诗班所唱的，咱也会通伫迄中间来同齐来领受。我着用经文内面的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的上尾。即个牧者因的各样的因转去，因为所听见、所看到的一切代志，拢甲天使对因讲的完全共款，就将荣光称赞归乎上帝。伫咧即个咱的即个所读的即个经文的头前，即个各样的因去到去找找耶稣了后，看见了天使对因所讲的，就安尼将即个天使对因所讲的话，就传互因所拄着的人。这也就是咱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咱也要甲像即个各样的共款，咱会通伫咧咱的日常生活中，照着咱伫咱所听见的，以及咱伫咱家己所经历到的，来主传迄个主对咱所传的，咱所领受的主的话，以及咱所经历伫咱生活中所经历的，咱就安尼来宣扬，互咱所拄着的每一个咱的遮个兄弟，咱的遮个朋友。这也就是咱是安怎，咱伫咱的教会要参与伫咧即届即个规个咱全县的遮个圣诞，不管是所有的遮个活动，不管是点灯，不管是即个圣诞的暗会，以及咱的即个圣诞游行，拢总是要来伫迄个所在来高举着上帝的名。这也是咱今仔日做一个基督徒，咱需要伫咱的生活中，也需要来见证出来，互主的名伫咱的生活中，以及伫咱的工作中、咱的家庭内面，来安尼高举主的名，来见证主的名。所以咱所领受对上帝迄个超越的疼，咱也着应该安尼来将所领受的即个疼，来分互众人，也来传扬，互众人知，互众人会通安尼，因为咱所传的，因也甲咱共款，会通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咱只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你为着阮世间人的罪，就来进入伫即个世间，道成肉体，成做人，但主，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也要毋若是干那对伫阮伫教会、伫团契、伫小组，以及伫咧阮的日常的读经的中间，来伫遐来认捌主。主，阮也要伫阮的生活中，来搁较侪的认捌主，也透过阮所认捌的，阮就来安尼对阮所接触到的人群、阮的同事、阮的厝内的人，就来讲起着上帝伫阮的生命中迄个奇妙的所在。互主你的名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来安尼得到彰显，得到荣光。愿你诚你家己的心意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咱要来洗礼这是咱请咱来先来要来小儿洗礼请咱的两个小儿洗礼的爸母带着细囝来到伫咱的台前遮吼。有迄个钟美如，甲着简维成，咱来唱圣诗214首，圣诗214首。
做成，伊早出路就行，毋是现今才立定。阮得的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讲话了后，也袂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过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咱有人带着即个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望学生接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既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还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遮的事，犹旧所应允的也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快乐。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就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守即个约。这是咱请会众来起立。总美如我用水甲恁行洗礼，互恁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前回晨，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恁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所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卖陪产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正的会众亲自作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领受更新礼。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上帝，愿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因。愿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因，因带因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有限。直到成年的时，互因通家己告别因的信仰，阁会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过世间的家庭生活，
愿求你祝福这个细囝的家庭，求你赏赐因的父母，甲囝仔要照顾因的人，互因有智慧、温柔的心来照顾细囝，通伫你听的内面来成长。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会众请坐，来，咱来，请我们的来。请我们来这边好了，好，好，来，OK，安尼，钟美如那个吴延伟爸爸，拍谁叫啥名字永昌，永昌，那个咱感谢主安尼美如家己要爱对着伊的同学来到伫咱的教会，安尼，互父母嘛来到伫咱的中间，咱来安尼鼓掌，欢迎，喂，伤过大声气啊，咱真感谢主，明德，因安尼久安尼真期待会通安尼得到一个囝儿。上帝赏赐因安尼一个围城，咱也将一切荣光来归予咱的主，咱来搁一届来鼓掌，好，来请回座。所以咱有小朋友鼓掌爱较细声一点安尼较袂去互惊着来，咱这是咱要来即个更新礼，请更新礼的咱的延伟加着张庆宇来徛到咱的头前，请咱来吟圣诗212首，212首第1节到第2节。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这个徛伫咱的面前的，是伫细汉已经受洗的，以及已经伫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教派受洗的。但因今仔日要行更新礼，是告别因的信仰来通咱的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有言话，张庆宇，恁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连结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互恁安尼长大成人，但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恁的父母以及你家己已经伫上帝面前告别的信仰，来归属伫伊。献家己，互伊也重新誓约，要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年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恁，着告别恁的信，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无？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尽世人行伊的道路，
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恁细汉已经受洗，即时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要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洋小会的权柄，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伊新的约的稳定。咱即时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佮应允要保守因到落尾。愿感谢你对这个细囝所施落的恩典，也感谢你，互教会对这个接纳因求近上帝的欢喜。愿感谢你，因为对因的受洗，你互因有份伫基督的体。愿感谢你，因为因有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助，愿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因即时要奉献家己予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因，因求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时，求你予因为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用你对顶面来的能力保守因，予因永远属伫你。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即时咱要来请咱的所有的小会员，包括已经退任的小会员，咱来接纳。好，请我们来站在这边好吗？咱来接纳张庆宇、吴延伟。恭喜！搁一个。先坐在这边，让他先坐在这边。好，因为原底本地是伫咧林良堂已经洗咧，伊带因的查某囝来到伫咱的中间，落尾手因欢喜，要来转会籍来到伫咱的教会，咱安尼鼓掌来接纳个张庆瑜。张庆瑜就是美儿的女儿，美儿在哪里？美儿安尼真要紧，伊的即个查某囝的信仰咱真感谢主即个时阵伊已经长大来告别伊家己的信仰，咱感谢主。你不要伊戴那个拆口罩是不是 ？OK， 好，请一下这。即时咱要来圣灵洗礼，请咱来吟圣诗212首的第30到第4节，也请要洗礼的吴国华、陈佩璇来到伫咱的头前。阮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
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国外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第一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持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甲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安尼对恁来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搁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那吴国华、陈佩璇，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吴国华、陈佩璇，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愿意要安尼行，无？这是咱请会众来起立。陈佩璇，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吴国华，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诚信，搁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当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洋小会权柄，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我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因，互因会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的快乐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面前，伫你的听，佮互因会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也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完全反悔，因带阮倒转来到伫你对答了后，会尽忠伫你做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伊有救赎，假使阮会祈祷安尼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也，地里亲像伫天里，
阮的饮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会众请坐。愿主圣神时常来充满你。这时咱要来接纳，请吴国华甲着佩璇来行来遮。国华甲佩璇吼，安尼是安尼差不多安尼咱认识偌久啊？吼，拄好有机会去到伫恩心伊的迄个鱼汤店，伫遐甲伊熟悉，了了安尼有机会安尼甲因安尼伫遐分享上帝的话语，因伫遐慢慢安尼对即个信仰安尼有即个渴望，咱嘛真感谢主。后来咱教会内面有遮个亲子小组，等等遮个兄弟，安尼就伫遐安尼甲因培养因的信仰，因就决意要来接受即个即个福音，来要来领洗礼，咱嘛真感谢主，嘛期待咱所有众兄弟会通安尼继续伫咧咱的主的厅内面，时常来扶持因，来鼓励因。互因会通伫主的教会内面，咱诚做一家人共款，彼此互相扶持，来安尼行伫咧即个天路的历程顶面吼。咱搁一摆来鼓掌，来欢迎因来到伫咱中间。即时咱来请小会员吼，同齐来接纳吼，来佩璇，恭喜。好，咱搁一摆鼓掌来，这时咱要来举行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64首，圣诗新圣诗364首。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伫咱的、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骨大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送到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而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khi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咱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小会员。
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安尼旁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面，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洗入的。既然啉的时，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即时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即时同心来祈祷。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上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是咱要来收杯。那个手套先听，手套先听，手套
这时咱要来奉献，请李恩新执事、陆仁杰执事来书献。咱请起立。谢谢。所以咱要来颁发学士奖学金吼。学士奖学金就是要鼓励咱的细囝吼，真认真伫教会学士啦吼。就是算讲除了读册以外，另外一个方面的表现吼。咱今年迄个学士奖学金的部分吼，因为我拄是奖学金的主委啦吼，所以我就刷接落来再讲。儿童主日学有2位哈，薛雅欣跟林以谦，2位请出列好吗？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并颁奖了哈。青少年主日学有庄景文跟黄瑜杰，也请2位出列好吗？好，这个呢，我们要请李瑞雄李长老来帮我们颁奖。
好，我们恭喜得奖的小朋友啊。好啊，接下来是报告吼，啊，报告的大声，咱先来欢迎第一届来甲咱教会的兄弟吼。啊，咱先来，大家兄弟应该有看到一位姊妹，真久无看到啊。围城的阿嬷，啊，简礼娇简姊妹，我们掌声欢迎。麻烦你坐着倒，坐着倒哈，哎，请坐，请坐哈，足久无看到哈，哎啊，今仔日阿孙的生日哈，所以特别来啦哈，真欢喜哈，咱替伊欢喜，感谢主啊！过来咱要介绍这位贵宾哈，兄弟啦哈，对远远的所在来，对台中吼，透早就出发了吼。咱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理事长曾民国曾弟兄，甲伊姐妹吼王彩莲姐妹啊。我们理事长有机会也可以来我们教会跟我们分享见证哈。你上帝安怎甲你祝福？哦，谢谢。啊，过来咱来看报告事项的部分。我敢若减一位吼，咱的迄个李依山吼，基甸会李依山李会长吼。我们李会长有来过了哈，可是还是要介绍一下哈。啊，有介绍无对的无？或者是久久无看的兄弟姊妹有无？正宫长老边啊，迄位。有来过哈，但是听说没有介绍呢。哎呀，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大名？哦，志宪，好，欢迎欢迎啊！感谢主哈，欢迎。咱来看周报告事项的部分。第一点哈，就是今仔日是咱大港节的第4主日哈，所以合并咱办理这个圣诞感恩赞美的礼拜哈。啊，咱拄有办好奖学金吼，以及洗礼的名单吼，我就无搁特别讲。啊，这个报告的事项，就今仔日的会后吼，会送大家会友吼，每一个人一袋这个圣诞的红片粿，较早是叫做红片糕，红片糕哟，圣诞糕红片。但糕甲粿是免怎讲？好啦。好啦，连江牧师在每日一字，好吧？啊，我查你到了哈。啊，这红片糕吼，无加添防腐剂吼，所以真健康啦吼。啊，大家量早食吼，唔好囥吼。唔讲这，唔通想讲这真好，啊，所以我囥较久，囥较久就洗锅吼，拜托，无防腐剂吼。第2点吼，咱看明仔要召开主日的教员会吼。啊，主日的教员再麻烦者吼，咱伫1楼吼，绿地教室遮开会吼。第3点就是后礼拜主日要举行2021年新任会长甲组长的就任式吼。咱双年团契会长是王娟慧，新爱成人团契是冯玲慧，妇女团契赖碧爱，社青团契廖丽云，学青小组李伟杰，青少年团契庄景文，教会师班长曾建民，音乐侍奉团冯燕云，弟兄小组陆仁杰。礼拜后咱就煞接后礼拜煞接要开迄个。年度的事工研讨会吼，中执会以及小会，所以请中执以及咱各团契会长吼，一定要参加。过来就是下一个主日，就是咱今个年度的关校的日子吼，所以请咱各团契将年度的结余款吼，伫27日即天吼，交转来咱教会，庄方美执事吼。各团契2020年度的收支凭证吼，现金账甲分类账，请咱伫2021年1月10日。交转来教会吼，过来就是家政干事吼，有将咱各单位的即个会员合会手册的即个档案吼，交团契的会长或是组长吼，请咱伫27日吼事工报告了后，就紧整理啦吼，通伫1月24号进行家政好干事吼，来制作即个会员合会手册啊。会员合会伫2月21吼。就是过年了啦，吼，应该是过年了吼。2月21吼，今年过年较晚吼，爱记哩吼，即讲真重要吼。过来第5点，圣诞系列活动吼，这部书要补充啊，咱咪补充啦吼。
大家看斟酌吼。今仔日对啦吼，今仔日下晡5点半吼，伫迄个县政府前广场吼，应该是迄个是不是迄个3棵树那个很大棵的吼，枯木那个吼，要做点灯啦吼。啊，要参加的兄弟，咱5点吼，伫县政府遐集结吼。啊，过来就是24号吼，拜喜暗时啊8点吼，泰泽烛光礼拜吼。啊，这个是完全不同形态的礼拜吼。咱那边感受的兄姐哈，欢迎来这边哈，参加这个泰泽烛光礼拜哈。这就是一个叫安静哈静候上帝的这个降临哈。第3点是25日哈，拜5暗时7点半到9点哈，宜兰市市区有一个游行哈，圣诞车灯游行哈。啊，欢迎咱兄弟姊妹哈，尤其是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哈，做伙来参与哈。啊，后要去的人哈，再甲我讲者哈，因为教会应该传暗顿啦，包啊啦哈，简单的包子了哈，因为现在防疫期间哈。然后再来第4点哈，那个路途哈，路段哈，咱家己来看，全程大概3.4公里哈，袂歹，为什么？都要做运动啦，吼，你那天走完大概运动就够了哈。过来第4点就是26号拜六暗时啊哈。歹势，我拄仔这补充者，这毋是讲小朋友在这去，毋是啊吼。所以咱妇女团契吼，咱弟兄小组拢欢迎哦，好无？迄天咱来当做践行吼，大家来吼，要鼓励大家践行，就分你一顶迄个圣诞帽吼。但是参观所爱交转来容易啊吼。过来26号拜六吼，宜兰县政府吼，有这个音乐晚会吼，下晡7点到9点伫运动公园的这个体育馆头前哦。不是体育馆里面哈，是体育馆前面哈，有一个活动广场，伫迄个所在哈。咱同工请咱下晡5点的时阵到场哈，来参加服侍哈。迄天迄个详细的部分我就无搁报告，请大家来过目。过来第6点哈，31号暗时8点到9点举行岁末祷告会哈。第7点是南洋教会60周年的特刊哈，开始征稿哈。所以咱兄弟若有什么款的感动哈。爱甲写出来，像明德哈，你就爱分享一下哈，写一篇特稿，上帝安怎甲你祝福哈。具体消息的部分，时间的关系，我就无搁一一来念了哈，请咱兄弟过目好不好？好，过来代祷事项一样哈，在牧会函里面哈，我们请大家在平常祷告的时候，就为这些兄姐来提名代祷哈。过来上尾是。11号这个所在，顶洲聚会出席，咱请兄弟来过目。侍奉，咱来下周轮到侍奉的这个兄弟吼，请咱备办心。上尾12号这个过期的报告，请兄弟来过目。若是有写了顶牌的所在吼，再找干事来做更正吼。以上。这边小可佫简单佫提醒吼，咱伫咧今仔日。下晡请咱若时间拄好会好势，咱就同齐来去咱的即个县政府头前遮，来即个同齐参与即个圣诞点灯伊的时间是伫5点半到7点，但是咱参与者因为咱毕竟咱是教会，所以咱提早到特别是咱若是诗班的部分请迄个穿我们的诗袍穿白色的诗袍。穿白色的丝袍，那另外就是咱共款伫咧咱的24号有咱家己教会部分，就是即个泰泽的即个烛光礼拜，即个是迄个周氏小组并入在这个里面所以咱欢迎大家来共同来参加，来感受一个无共款、真安静的方式来迎祭主的降生。25号即个部分较特别这是因为伫咧咱拄好伫咱的宜兰市的即个安尼市中心区伫遮游行迄个路线嘛拢伫咧面顶，请咱家己来过目。若有要参加的人，请伫咧下晡，周报面顶拢有看伫咧下晡6点40分，伫咧即个老树广场伫遐集合教会带迄个行动音箱，就咱的沿路。安尼放诗歌迄落同齐伫遐来安尼歌句主的名迄个
因为咱受交代，咱是要装扮成那个牧羊人的即个装扮啦吼。所以如果你有要参加，因为咱教会牧羊人的迄个装扮吼有限啦，但是你若家己感觉讲你有一寡迄个布啦是啥吼，真适合会用安尼装扮成像牧羊人的吼，欢迎你吼来教会装扮好势了，咱同齐来去安尼吼。嘿，安尼是因为咱教会即个牧羊人的装扮就只有6师嘛，嘿，所以有限吼，所以咱才同齐来去咱伫咧，若假使你有买迄个顶回啊，咱有伫遮有迄个义卖那个为耶稣闪亮而走的迄双迄个休闲鞋吼，那个闪光的那个休闲鞋啊，会使穿来去吼。为耶稣闪亮一下安尼吼，好，这是甲咱提醒过来就是咱昨已经有一场的即个宜兰市公所的即个圣诞音乐晚会，过来伫咧后礼拜吼，26号拜六吼，这个拜六的即个音乐晚会，迄个请较侪艺人同齐来参加吼，所以咱伫咧迄个中间，咱要来甲咱的遮个兄弟。咱的宜兰的遮个乡亲，吼，甲因安尼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那咱真感谢主，咱昨伫即个音乐晚会，伫咧市公所即个音乐晚会，咱嘛有收到安尼差不多7、8张的即个爵士卡，吼，伫咧咱的教会手的，国外是咱会通有机会来甲因接触，所以咱期待讲，咱搁即届即个县府的即个音乐晚会，咱嘛犹原共款，会通好伫咧迄中间。来，安尼为主得到搁较侪的灵魂。以上。好，多谢牧师的补充。咱这是来吟上营513首，上营说咱请牧师祝祷，请来起立。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咱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免。